想要偷摘芒果啦？就是你写字条告诉屋主有人偷摘芒果，对吗？字条是我写的，可是我才没有去你学校讲什么嘞。走啊！去哪里啦？你不是在躲他们吗？他们是谁啊？为什么要躲他们？小姐，回家吧。哎呦，阿潘，你要写信给他啊？我要跟他说我喜欢他。我要请一请阿爸。哎，要不然太冷，还要你一起吗？阿爸要得個打麻雀啦。嚇，去賭球場打麻雀誒？嘿，有冇看過球場誒？係要去。在我不聽那講我，做擺緊唔地方用，從多多聽那講我，就去到上做貓王，個落去未變難用，上個冇機關機上，情動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前頭啦我，先所在來去跳空，是當朝跳啦我做事難度忍用，個落見嚴並安安，想當應成成功嘅。你要太悶，昨天咧，昨天有會無？昨天啊，當叫以前是聽阿爸嚟講俩。哎，照眼看吼，做唔得落去都算咧，下落去轉啊！哦，哎，人種無神氣咧，既然落去無落去看看，聽大爽啊！哎呀，哇！哎，卡多咧。做乜嘅啦？你們想幹嘛？你們才想要幹嘛吧？這句話是我問你的才對吧？你們這幾個小鬼，在我圍的場子外面繞來繞去的，怎樣？找麻煩啊？還想找死啊？不是想找麻煩，更不想找死，我們來找人的。找人？你當這裡彈子房還賓果室啊？找人？我看你們是來探路的吧？我最討厭廖梅啊！要找人的是我啊，跟他們沒有關係。你有什麼事衝着我來啊？但是我沒有惡意，我只是來找我爸的。是嗎？喂，那好說話。你老爸誰？羅傑。喲，唔係勞動家來的哦。哎，紅條用去查案度啊？你還要講黑話啊？依期我希望啦。唔係啊，捱把要到呢擺都嘛。勞動結問你冇來。捱唔知。唔係啊，捱意思係捱咗隻攞去看一下嘛。懂眼啊？啊？七角框。属龟啊，哪个都得你去嘛？你那都没告诉我。这样，
好嘞啦，两把毛对地位度好整体嘞。林哥来巡场啊。几个迷路的小鬼，没事。带路，设定好。林哥，你等我一下嘛。點解碰到嗰個師妹？胸口開到眼底嘅。唉，本來嬲到拍條檔離開啊，冇想到佢一按到定過嘅，很好預防呢。那肯定是大偉的啊，不然怎麼可能身邊有那麼騷的妹妹啊？靚係鐵板，覺得大個呢。哎呀，你用晒 con 啦嘛，日日女借你啦。到哪呀？到哪？这边了，这边。这个是观音救了俩，很多人蝙蝠。哎，这个空有看空。哎，佢條樣勁似你雞髀殺啊！啊，我要殺掉咗。佢真係，佢真係要離開咧。你冇啊？你以前沒有入出城嘅。真唔係啊！哎呦，安那慘呢！哎，你真正警察都來咧。記得啊，聽咗個鬧到，嘿，你去了未啊？聽咗唔係飆過去咩啦？用腳殺啊！佢用腳殺。喂，係，我用實講嘅，要聽到冇？用腳殺啊！想到一隻12秒嘅好辦法，一百條狗會通風報信，你要先轉移啊！搶啊！用腳殺啊！你要聽過一個冇？係幾多人咧？成日叫啦！哎呦，放我進去！你不能進去！我有話跟白六哥講嘛！我有話講哎！我有話跟白六哥小聲一點，白六哥，你講話小聲一點！你又回來幹嘛？我看到一票便衣往這邊過來。便衣你也認得啊？帶頭的蔡警官住我家隔壁嘛。靠！你是衝着林哥來的。過來！我現在去通知老大，等老大走了，再讓賭客離開。走啊！是啊。哎，那我呢？白六哥。志峰，来给钱给钱。走，不走，我把手举起来。因為眼水啊，眼尾應該都旁順看好戲嘅戲。把他們統統集中在前面來，快！到後面看看，要不躲起來了。是。相當應成，成功結。呀，對呀，出來！這裡還有個門。
谁你留呀？大姐，您忙好了，没关系，我自己走好了。副局长，您太客气了，该有的礼数可不能免。阿全，大姐，看看副局长车准备好了没有？是。副局长，这次多亏您帮忙，这个工程才能那么顺利的开工。哪里，小事一件。大姐，我还得谢谢你在书上那替我美颜呢。副局长，你这么优秀，哪里需要我美颜？我是实话实说。大姐，副局长车来了。好。副局长，记得有空多过来坐坐。你还有一箱 XO 在我那儿。一定的。哎，大姐，您留步好了，我自己走了，谢谢您了。那我就不送了。好的，您慢走。妈咪，阿雄，你先去忙。是大姐。你跟我来。要妈咪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肯乖乖听话呢？你就知道我最不喜欢英文了，干嘛要逼我读啊？哦，就是为了不补习英文，你就逃家？我哪有逃家啊？我是去爸那边住哎。这段时间轮到你跟我住，请你不要在面前提那个人啊。那个人是我爸爸哎。不是，你跟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呢？至少他不会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啊。林芬，妈咪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，啊，你把英文学好了，妈咪送你去美国留学呀。哦，拜托，那什么音标啊、文法的，我一点也搞不懂，一点也不想学，我才不要去什么美国嘞，我宁愿留在台湾当个小学老师，多自在。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那么没出息呢？做个穷老师有什么好啊？林芬，妈咪帮你都规划好了。你呢，只要去美国，随便读个什么，留过洋、镀过金回来以后，凭妈咪的人脉，不要说律师、医生了，企业界的第2代，妈咪都可以帮你安排相亲，你马上就可以做个现成的少奶奶，懂吗？哦，这巧克力好好吃哦，你从哪弄来的？啊，这个朋友昨天从国外带来的，我也觉得还不错。好吃哎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妈咪在跟你谈未来，你跟我谈什么巧克力呀？那，妈咪，人家说呢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更何况你的计划是根本行不通。哎呦，怎么可能行不通呢？啊？英文我就，哎呀，彻彻底底学不来啦。啊，那就学法文，去法国留学应该也是不错的。那法国是个浪漫时尚之都，害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法文更难好吗？哎呦，妈咪呀，我拜托你饶了我吧。当然不行了，这些都是妈咪精心设计过的，因为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心肝宝贝将来像我一样那么辛苦。总之，你一定要去留学，还有，明天一定要补习英文 ，OK？ 你就不要怪我继续玩捉迷藏了。你嘀咕在说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好吃？妈咪，你吃一个哈。好好吃哦。
那条警察对到暗黑，会死黑幕啦！啊，我猜死嘞，心脏病就会卡起来嘞。啊，你有用门吗？我用在。你这受伤的，你做什么？只有要一夹。什么表哥啊？专门向其他来救我，差1秒钟，我就本警察捉起嘞。哎呀，你是啷个讲嘛该啦？迄支係我去救你嘅。慢点啊！啊，你为什么跟你来了呀？林哥，夏莲哎，豆虾。你叫小罗吗？是，我叫罗强。阿港人。啊。小罗，要不要看你一本眼睛？两位记得。拍頭。係。兩位好有照顧，日日好上嘅。捱啲一定個。後生誒，捱太火一定個，最尾照顧你客家鄉親。下禮拜你有馬事啊？走得來請啊！我一定會留你天數啊！是弄你拍哥哥。这嘞，妹。哦，要把我群到冇哈？冇看到哎。不過阿爸冇去河巴船的公料，應該唔起打麻將啊。打麻將有咩單槍一架？一搞啊，哪一位都做最高啊？食飯啦。哦。你又買對衫學做做啊？啊？冇啦，班路去拄到路怪夾掉啊，叫我去打籃球啦。好啦，先食飯啦，謝謝你嗬，幫下人嚟食食啊。马开事情。送唔好我大人在做呀。要啊要啊。人家本人幹嘛？人家送本都本嚟本都樣來，你懂冇？用乜嘅呀？我做事都冇時間啊，用乜呀？唔會啦。哇，我實在冇咁客氣。你有錢買一點冇用嘅東西，你哋不看貓咪煮飯嚟嗎？哎呦，人家本人幹人啊哈！哎，我投資賺到嘅錢，哎買香水送本一本樣啊！你都係打麻將贏來嘅錢就會暗判的。唔係就冇做可能係打麻將，唔講啊唔講啊啊！冇去打麻將，你會按多少錢啊？哎，我為到一隻不卡丁老闆的總商打到辛苦賺錢，跟我投資失敗也冇關係，哎我也賺錢，又講我騙唔歡迎我啊！講，唔該，一刀錢，全部都賺咧，那仲會講唔講啦？啊？你都叫贏來嘅錢嗬，冇重叫啦，你冇啊？我是他們騙死啊！你再白眼都叫錯嘅啦，嗰些錢唔會乜，我得佢鎖你啦。冇聽說禮拜阿爸真經賺到錢咯。最後一拜，你迄陣真係賺到錢。後生到一下，捱到太傷心亦太隨意嘅，佢邊有變人？唔想看他先，因落嘅，係死嘅嘛照顧伊啊，連兩衫，嘢都唔差別。
手慢，要落骨血。唔会啦，我因为表记唔残咯。江东的神，兴风起。哎，你还说几多日哦？说到高管翻译为止啊，太没人性呢。来，你撩哈，然后你说。安子生，错个啊，唔错本保门用个啊。哎呦，错本咯，唔免爱判价改啊，佢幾生氣呢？佢講，係咩趙專業咩？趙專業哦，講幾實在嘅，一直成個講出來。嚯，很險哦！免係騙人，計用時嘅速度哦，我要參加聲援哦，聽說拿隻金牌轉來啊！小眼看哦，你好冤啊！對，後來咧，我妹哦，嚟到嘅睇路嘛，訂果講到法咧。佢講哦，下擺唔係糾結，下呢擺我要乜嘅事情，前期出錯。真緊呢！哇，呀你老黑道老大，搞到偏腰咧！其實哦，係當然先計咗訂果，你靠佢用啊，佢衝哦，要做得出啱多錢，我係歡迎咗泰國來做，一以後。阿強啊，我知道哦，哎呀唔好呢，幾條嘅人哦，係你唔好影佢條較好啦。用會啊，佢條人講義氣，無用會多仲嚟叫阿強啊。假使佢條講義氣哦，因為老阿強掃啲地杯度，阿成就睇咧。哎呦，梗係因為電果較重要嘛。阿做數據下都生意鬆事啊。哎呀，好咧啦，要唔係訂果人喺掃啲地杯度嘅，喺幾條唔知條件嘅數據下，想去做泰國，就會有土量。小口事情啊，唔是變得成功度啦。唔好講假咧啊，田講亦變了，大家強下來練歌嘅好冇？好，唔好唔記得，演到嘅幾把啦。我親像做唔得咧。乜嘅親像做唔得啊？冇你叫少少啊嘛，有乜嘅事就講出來啊！哎，講阿潘。做乜計？講蔡美女哦，超愛去搶演公演啊！戀愛啦！戀愛啊！說啊！什麼啦？快點說嘛！阿潘，這封信給你。太直接了哦，不然先聊天，就說錄音帶的事情。阿潘，關於那個還我錄音帶的事，怎麼那麼多那個啊？啊，我緊張嘛。好啦，不要緊張啦。哎呦，可是他打就要來了，我覺得我沒有準備好哎，信改天再拿給他好了啦。哈，改天吶！你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把他約出來了，現在放他鴿子，以後你就沒有機會了。那怎麼辦嘛？拿出你的勇氣來，奮戰到底，繼續練習。來，把我當作是阿潘，看着我。呀，再真點啦！你這個樣子我怎麼講得出來啦？我很認真哎。好嘞啦，你對我冇拿
都要紧张死的咧，明明就人来做单的，还用气声来。哎，跳台戏啊！好勇敢条的，等下你的主角，挨掉咧就做配角，然后做单 ，OK？ 汉克本你了 ，Let's go！ 哎，阿潘呀！哎呦，好了。潘世豪，你这个人很奇怪哎，约你出来见面，你干嘛把这2个闲杂人等都带来了啦？谁是闲杂人等啊？哎，我们是茂王三人组哎，你自己也不是电灯泡。你看，那做事老你讲，来都冇一来嘛。阿 Q， 冇爱用啦。对不起啊，我想说大家一起来比较热闹嘛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对嘛，人家女主角都没有说什么，你这个丫鬟凶什么凶啊？哎，好，不要吵。哎，这样好了，大家喝点酸梅汤消火啊！来。这给你。哎，你没有啊？哦，没关系，我不渴。给你啊。对，给你啊。给你啦。阿美，哎呀，来看你用啥叫我零也保就算的啦。来看你用啥案的哦，我实在堵唔掉嘞，我一边手啦。老怪，跟我去嘛。我也要去。哎，你去什么去啊？我们去男厕所，你也要跟？男生和女生厕所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随便啦，我倒是第一次上厕所有女生要跟呢。你管我啊？老怪，喊啊！毛尿尿啦！喊啊！哦。日本语啦，日嘅啲水梅同學真要命咧，坐下嚟點啊？嚟啊！你請來乜嘅事情啊？哦，係因為錄音帶。哦，歹勢啊，迄個搭唔見呢，姑嫂。哦，冇關係啦。有一件事情想要問你。好啊，你盡量問啊，我哋嘅吼，聽錯會老人講。就是猫王有一句歌詞，我唔知乜個意思。哦，哪一句啊？亞比啊。Wise men say only fool。诸位吼，rush in, but I 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。等一下，你们不可以回去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在男生厕所门口堵住我们，柯林芬小姐，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夸张。不可
现在是美女跟阿潘独处时间，你们谁都不可以打扰他们。哎，你很鸡婆哎。对啊。美女在学校帮了我很多忙哎，她的事我一定是帮到底。对于朋友，我非常的重感情、重义气。冲着你义气2个字，我配合你，但是总不能一直站在厕所门口吧？对啊，很难看。小乖，我们走。哎，监视我们啊？对啊。对，就是监视你们。不要动！到底怎么样了嘛？你怎么都不说话？没有怎么样嘛。那他有没有很兴奋呢？难道他拒绝你啊？哎呦，那1整个钟头哎，你们都聊些什么了？就问他录音带的事啊，然后怎样啦？然后我们讨论起猫王的歌词了啦。那信呢？哈？你连信都没有送出去啊？哎呦，你们这不叫约会，根本叫做上英文课嘛！我这么伤心，你还笑我？好啦好啦，不要伤心了啦。第一次这样呢是很正常的，还有很多机会嘛。可是现在就很懊恼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约他出去了啦。怎么会呢？你要效法国父革命，失败个10次也没有关系。10次这么多哦？比喻而已啦。这次就当做练习嘛，至少2个人多了解也是好事啊。而且你还知道你们有共同的话题和兴趣哎。真的吗？哎，你两啥伊嘛用？该有名去给收么？那亮嫂，都单枪向下讨论猫王嘅故事听听。哎呦，你也用牙打。啊，记住根本，那就跟演技啊。哎，看哦，你像牙打鼓，美女就主动约你出来，是啥矛盾？你听听啊，你还唔得把机会？错啊，该去留件样本系好咧。哎呦，我唔伫上班啊，看到佢吼，仲昂神呢。哎，我叫冇機會嚟啦。哎呦，唔是笑啦，機會哦，我咧安排啦。講義氣哦，我係唔會收本嗰隻可憐款嘅啦。還有啊，美女嘅爸媽照顧過我，我天差會讓你兩手聽手嘅。嘿嘿，該去搞本兒咯。冇問題，保證我成好。哎。走到你心中的老蒋，这是你这礼拜的薪水。謝謝。老板，哎，买5个酸菜包。啊，5个酸菜包，马上来。我妈就最喜欢吃你们这一家的了。好，冲着你这句话，多送你2个，啊，称着吃哦。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。来，找你的钱。好，老板，有空才来哦，哈。OK， 拜拜。
那边。嗯。我妈又叫我来接我，我不想去她那边住，帮我一下，等下去你家找你哦。哦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小姐。阿全，不能碰我朋友哦。真抱歉哦，你如果碰到我，就会大叫哦。任务完成，拜拜。哎，小妞，你一个人啊？说陪我们来一馆啊？来啊！小姐不要怕嘛，来嘛，来嘛！操，你打我！好了，上！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有。没事啊。英雄救美是不是？我打你别搞凶，我让你知道什么是英雄。不要打了！不要打小心有刀！你快走啊！不要在这里，快！我去找他帮忙。走啊！快跑！没事，打架啊！给我走！带走！跟走！走！走！来来走！小姐，哎呦，阿雄已经回去找大姐帮忙了，他一定会想办法的。我们先回去啦。哎呦，你走开啦！他是因为救我才被抓进警察局的。我要是不去作证，我会良心不安。小姐不行啦，你这样进警察局哦，会给大姐惹麻烦的。公园看到他们两人在打架，好像是为一个女孩子。结果呢，那个女孩子跑掉了，然后大家有个同学跑掉，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子。罗巧，3日2夜就来了报道哦，你是打算害你呀？哪一张模像会害得了位嘞？
小姐，你干嘛啦？小姐，你不要冲动，大姐一定在处理了啦。哎呀，你放手，放手！我叫了。请问一下，警察先生，罗强有没有被带到这边来？阿寿，在那边呢。好，哦。小姐，那一定是那姓罗的小泽家人。你看，人家家长都来了，我们先不要进去，在这里静观其变。蔡警官，俺那发生乜嘅事情啊？嘛嘅事，伢阿强同到细路们呢，都扣下上大闹事啊，还将其中一3人打出手啊，伢有估计啊，准备哦，本人做一关呢。阿强，你我唔晓得想啊！伊当我被老年人家边背，害娘妹失落报警。你点么？娘妹为到你有本人带来警察局，警长在向人分到放到太路条呢。还有，俺这狗毛子，你用好意思讲人哈？哼！你那还无老给熊大，竟用被老人打怂了哈？你敢无正经骗我？哼！你讲什么话我听无啦？哎，他把我打受伤嘞，我非告死他不可啦！怎么样？你，冇怪伊啦，一定係阿強唔錯噶，也脾氣係啲，伊唔好打人嗬，你冇嚟打伊啦。阿妹啊，也不唔興係唔錯噶，迄人係狗毛子哦，想欺負細妹嘅啦，我真落去上打嘅。唔過唔該打人唔錯喺端陣呢啊。快些啦！我拉嘅學跟打安任聰，佢呢度醫藥費，我負責，拜託冇過意好冇？阿妹啊，唔做乜咁一橋記啦，明明就一件唔錯。唉，唔介意打安任聰都係唔錯啦，而家同佢回事你啊，你求原諒，冇講唔啊？我又冇做唔錯，因為費事你。唔講安同我做乜嘅呀？我回事你啊？我冇呀，呢個費事係件咩嗌呀？唔等陣我俾人哥上去吹，邊你可以嚟管咗廢氣咩？喂，哎，我是，哦，哎是，哎，哦，好，我知道，没问题。好，是，好，知道，好。蔡警官，有什么事吗？还不是关心他们的。哎，打架是小事情了，就不用落案了嘛，啊？好啦，你们2个年轻人啊，就当练拳脚好了，好不好？依我看啊，也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你们2个啊。说一说，握个手就和解了吧？和你个头啦！谁敢和解啊？我非要告他不可啦！啊？你不和解？不和解也行。你看看，有人检举你啊，吸食强力胶，还对女孩子毛手毛脚性骚扰，还有一条啊，你去恐吓撇进狗，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调查喽。啊？怎么样啊？我先把你扣住，和不和解？好啦，和解就和解啦。好了，和解了，听到了啊。阿乔，还不赶快跟人家握个手？就算误会一场，握手啊。阿强，以后不要闹事哦。没事啊。算你好狗运啦，这次告不到你，下次不要让他碰到。哼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是警察局，你在恐吓他吗？没有啊。阿强啊，专业好好反省，莫本人咪操心嘛，开怪掉汤圆哦。陈警
官，反正呢，我用按摩啊。还唔是客气啦，好赚的啦，哦。什么呀？陈妹啊，今日就先走咯，那还有一上夜班呢，吼。阿秋，反正呢，等5夜时间呢。我无电哦，还没有去强中呢，还无留5天数，我要留满5天数呢。阿强，日日扶阿妹转去，點冇？愛鬼哦，嚟接咯。小姐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大姐会处理好的。你当然来了。我当有用咩？迄임上過吼，我都給腳出去啦，當作冇一個來嘅。嘿啦，少記啦！佢講電鍋，迄洗腳師一腳就做了，老給踢死。这边係太科嘅電鍋開嘅產業館，有嘛該事情都得嚟下請啊。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恩也就從來特集做出頭嘅，希望恩也就會時代限起期待成耀嘅快樂，恩也就幸福嘅童年，恩也就強行嘅路。就算恩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恩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，到時候別忘了跟我 say hello， 揮揮手，揮揮